去年有一個中國籍的男性申請來台灣觀光，不過煞予移民署拒絕，主要就是因為伊佇小紅書來發布影片，甚至擱打5星旗，講咱是中國台灣。雖然講落尾這個男性是有提出訴願，也不過也是予行政院給駁回。也那內政部長劉世峰，伊是強調講，任何人來到台灣，攏得照台灣的法律來行。有中國籍的查甫來台灣耍，雪紅發現伊佇小紅書的影片中稱呼中國台灣，佮加上5星紅旗，互民眾檢舉。結果去年10月，伊想要佮再申請來台，不過因為進前的影片，互移民署認定伊惡意貶損中華民國尊嚴，所派拒絕入境2冬，互伊不滿，認為限制言論自由，提起訴願。不過行政院是甲駁回。不管你是提行政訴願也好，或者是受到這個移民署禁止再入境，我們都按照規定來辦理。任何人到台灣來，請按照台灣人的法律規定來從事任何合法合規的活動。雖講查甫人講這是對花冠式的稱呼，不過內政部強調，申請來台灣就是要照咱國的出入國及移民法，還有兩岸條例的規定。不過，在同時間有立委亞康替付費營運的公車違法使用中國製晶片，數量有查到82台，逐工在雙北的車路頂拍拍照、翕落風，至今有國安疑慮。新興跟大南客運所使用的中國海思晶片就在台灣我們雙北地區的公車切結書當中都有特別提到的，就是嚴禁中國製造。結果就這麼巧，是一個拍攝台灣台北市雙北街景的環景系統。現在的做法就是我們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啊，要去做全面的普查，看這公司裡面到底還有哪些晶片是屬於這個公司的啊。第二個當然就是要提出求償啊。除了採取業者替付費主委嚴德發嘛表示會趕緊將問題晶片換掉。立委林楚英強調會做伙建議經濟部、交通部甲系統商列入去黑名單。記者綜合報道。